观众朋友，再个转到节目嘅现场，一礼拜我讨论嘅话题是喺前一段时间，美国同中国头G20嘅时节太前面嘅协议是喺贸易停战90年，跟为中呢个时段呢来做打合，亦到底有可能会上岸，韩国可能会带来乜嘅种嘅影响。今日请到嘅来宾係中央大学经济学系嘅教授邱俊玉邱教授，教授你好。你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教授，我頭一個問題就係講，我想問嘅就係講，特別每種貿易戰吼係暫時停戰嘅，全都嘅頭嘅G20咁慢來看吼。特別G20能看到一場都係受到呢個每種貿易戰嘅影響，包括佢哋用詞咩唔敢用嘅單邊主義，係冇用乜嘅冇公平嘅貿易啊，呢個用詞。對美國來講，一場係佢哋討論這一戰吼，佢哋係先拿到勝利。告訴你先看。我哋看吼，美國嘅川普總統吼，應該揚面個態啦。因為啊吼，G20一般嚟講吼，20個國家吼，有已經開發嘅國家，啊有開發中嘅國家，有較落後嘅國家吼。按照國家啊吼，實際講起來，大家傾注於美國嘅市場嚟講吼，買東西要買到美國去吼。中國未強快嘛？係強吼，所以美國一向台嘅國之間講話真太上，吼，係大家為了做生意啊，吼，所以對於美國嚟講，一向愛談嘢話啦，吼，也是一向按呢嚟講。二來啊，吼，因為 WTO 吼，伊近年來真弱勢啊，吼，冇法度去處理像中國安尼。用補貼啦，用冇公平嘅方法來做嘢貿易嘅事情吼。因為人講 WTO 理虧在先啦，佢冇法度處理安尼嘅問題，所以美國嘅 Trump 總統喺度處理安尼嘅問題嘅時節，大家唔敢講乜嘅話，嚇。一擺看方來吼，Trump 總統吼，雖然講啊，本上現業開始愛嘅關稅愛提高到25%，而家嚟講，愛延30日、延90日，嚇。對美國嚟講，最重要、最衝刺嘅事情，就係中國嘅經濟嘅結構愛改革，嚇。包含嚟講啊，嘢補貼啦，嚇，國企啦，這個人工智慧財產權嘅保護安尼嘅問題吼，美國讓到佢啲機會去同中國談安尼嘅問題，吼，本來冇嘅嘛，吼，實際講起來啊，吼，嘅關稅嘅貿易逆差對美國嚟講，係小可嘅事情，吼，我做一些事情，嘅關稅嘅提高嘅，所以嘅貿易赤字輕講就可以解決嘅，吼，所以禮拜吼看落來。美國揚面個態，講起來就會佢爭取到佢啲機會，去同中國嚟談判嚇。包括主導呢個世界嘅經濟嘅議題。係啊，錯，所以我哋看方嚟嗬，中國冇個樣。所以講，先生呢，我好奇嚟講嗬，像你拜託呢個每種呢個川普同呢個習近平之間嘅呢個會談，其實談出嘅結果嚟講，中國已經做出一個承諾，講我買呢個1.2兆嘅美金嘅產品啦，包括當到農業品吼。奇怪呢，每次都同奇怪都會講，做嘛中國一擺會做樣鋪咯？係講中國到底佢想嘅係乜嘅？實際嚟講啊，嚇，中國對美國一擺嘅貿易戰爭啊，嚇，冇太大嘅力量去反抗嚇。對於習近平嚟講嚇，佢唯一可以做嘅事情就係買東西，嚇買東西嚟減少中國軍隊對佢嘅攻擊，嚇，所以佢在暫時短時間嚟講啊，佢冇法度做其他嘅事情，佢唯一所得做嘅事情就爭取時間，嚇，爭取時間，冇本嘅軍隊嘅批評咧也上面撤退，等於係緩兵之計吧？係等於緩兵之計，嚇，所以但個事態講起來啊，嚇，中國按呢嘅承諾，嚇，對美國嚟講，嚇，美國簽到嘅睇睇喎，嚇，到那台在中國那個港口，穩穩，所以你看，川普一施壓，嚇，所有大都馬上就放行了，嚇。
先到嘅電子產品就放行了哈。所以加加咧唔係中國嘅問題啊，加加咧係美國嘅問題啊。所以講美國其實沒有那個談判嘅急迫感，係咪？應該嚟講。當然哈，啊對美國嚟講哈，當然佢實在講起來，一段時間嘅地度哈，嘛有美國自家嘅問題啦哈。譬如講嘅通用汽車，哈最近裁員哈，一般4000人嘅員工哈，所以對美國嚟講哈，一經濟經濟嘛唔係講一好哈，啊所以對川普嚟講哈。也是有點緩兵之計哈，所以他搞嚟爭取一段時間哈，啊偏嚟爭取一段時間，啊我哋講起來哈，喺川普揚名過台啦哈，因為本身現在從元旦開始關稅馬上提高到25%哈，都冇乜嘢好講嘅呀，哈啊美國講起來，實在美國歐嘢哈，唔係解決貿易逆差嘅問題啦。貿易逆差係小口事情，小口嘅事情，唔係輕重要嘅事情。啊，對美國嚟講，乜嘅係將係見人認為輕重要嘅咯。啊，從對於美國嚟講，嗬，以按多年來，因為對中國敵意這麼高，嗬，主要就係中國去利用美國嘅技術，嚇，利用美國嘅智慧財產權來發展中國自家嘅經濟，發展呢嘅東西生產呢要賣對美國去，影響到美國嘅就業嘅機會，所以對於美國嚟講，嗬，亦結構性嘅問題，嗬，係美國最重要、最重視嘅事情，嚇，所以一天來，所有嘅不公平、沒有意義嘅事情，嗬，一天來解決，現在冇解決啦，嗬，實在講起來，美中貿易摩擦，嗬，當然會有啊。每年都有啊，嚇！特別美國而家談判代表團去到北京呢，中國都承諾嚇賣嗰樣嘢也好啦，嚇賣農產品也好啦，賣咩好啊？點樣嚟好做得嚟？嚇！啊，唔人哋所都講嘅，人哋所有嘅人哋結構性嘅問題冇解決啦，嚇冇解決，所以美國受到嘅影響越來越大，嚇！所以越來越大，所以川普嘅勝利人啊，佢也看得出來嘅影響啊，嚇！是非常嘅長期嘅事情，嚇，所以一擺透過一擺一年戰爭，我哋一擺嚟解決一年事情。因為講啲90年嘅吼，可能係暫停嘅啦。啊，唔過美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結構嘅改變，可能未唔可以太好。韓國你每次看到咧個川普，其實講咧我係停戰90年，唔過佢將講派佢都講tariff man，佢係關稅年，係咪有一出套威脅中國感覺講貨幣唔夠冇推用吼，談判時陣夠冇推用，但隨時關稅都會同佢加起來。當然係安尼嚇。對於川普嚟講嚇，我哋嚟看嚇，最近嚇美國同墨西哥嚇同加拿大嚇，頭擺前面嘅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嚇唔可以嚇作廢唔可以嚇，重新睇佢哋談判。所以最近通過嘅，人哋講啊 USMCA 嚇 ，US 係美國嘛嚇，M 係墨西哥嚇，啊 C 係加拿大嚇，啊人哋看起來嚇，美國同韓國啊談起嚟嚇，啊同墨西哥同加拿大嚟談嘅。我講第一，韓國啊好，墨西哥、加拿大，呢幾個國家啊好，後來美國慢慢同日本談，慢慢同歐盟嚇嚟談，呢啲國家啊嚇。講起來，冇像中國安尼結構性嘅問題。佢哋係美國嘅盟友嘛。係啊，連盟友嗬，川普嚇都唔會變過嘅一個國家嘅嗬。所以一個國家到美國係好朋友啊，嗬，佢又冇用乜嘅不公平嘅貿易手段嗬嚟到美國做咩嘅事情啦。而家中國嘅問題安太，喺人哋講起來，喺那川普對一個國家按強硬嘅嗬，按對中國。一樣嘅表現呢，冇可能嘅事情啦，嚇！誒，中國帶來對美國嘅影響安大，所以對於美國嚟講，嚇，中國嘅問題冇解決冇可能嘅事情。尤其向人哋看，川普嘅下台競選嘅時間，伊嘅政見嚟提出7條嘅經濟嘅政見，有4條講到中國，都係針對性嘅。所有問題一般人哋都看到，嚇，智慧財產權嘅保護啦，嚇，國家嘅補貼啦，嚇。嘅國家嘅國有企業嘅問題啦，所有嘅人哋講
违反 WTO 按年规定的一样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中国都在做啊，哈，啊中国在做，所以川普哈，川普总统因为对 WTO 哈按唔欢喜，因為 WTO 冇法度去處理啊，吼，所以唔免嗌美國來違反 WTO 嘅規定啊，喺中國先啊，吼，佢做咁多嘅事情，啊，所以 WTO 其實冇法好講，嚇，就猜美國人用，就猜佢錯嘅啦，吼，所以我哋看起來吼，也美國對於中國嘅問題吼，冇可能表述啦。當然，我哋看到那個川普總統對中國嘅態度一向係更來更強硬吼，因為你看佢之前同中國嘅談判係應該採用係美濃清吼，結果佢下翻做係個 Lighthizer， 佢啲係成功打合嚟嘅咩美國同加拿大嚟嘅談判協議，講嚟嘅佢係算係很右派、非常強硬嘅立場。因為對嚟美是看到你嘅川普對中國所有嘅談判，聽出係硬的一手來。係當然啦，吼，Lighthizer 吼，頭擺吼有兩件事情先有名吼，伊咧要頭擺佢就反對中國加入 WTO， 吼，所以今日中國咧加入 WTO， 他講冇乜嘅問題啊，吼，今日 Lighthizer 就反對嘅講嘢影響對美國嘅影響前提吼，天嘢吼，Lighthizer 嘛講啊，中國啊吼，去操控貿易啊，操控嘅貿易啊。使得美國的製造業好大量的外流到中國啲，好，所以Lighthizer唔係根本講講話，也10多年來啊，哈，對於中國的問題，伊向佢嘅立場，哈，也真堅定，哈，因為講啊，影響美國經濟嘅，影響美國的工人就業嘅主要嘅研究喺中國，哈，所以川普也擺好，也目前嘅揾個嘅 Lighthizer 嚇，亦代表意義嚇，當明顯嚇，非常明顯，所以看起來尤其啊嚇，也擺人哋講也擺嚟談判嚇，我建議聽下開始談判嘅嚇，也擺談判，唔係談判關稅嚇，可能其他問題咧。係啊，唔係談判愛買一道東西嚇，也關稅愛增加一道，愛減一道，唔係嚇，也擺愛談判嘅問題，所有嘅。做下都會結構性的問題，哈，中國的市場開放的問題啦，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啦，哈，技術的保護啦，哈，國有企業哈，我容易唔好拿政府的補貼啦，一按到嘅結構性的問題啊，哈，本嘢Lighthizer來講哈，雖然都啲人講啦，亦代表意義哈，非常的強，好，先生落啦 ，OK。一時間比上半場討論嘅內容，下半場過來看每週貿易倡議嘅條件同未來談判會帶來哪條影響，我哋以下可能繼續關注。先生，當點仔啊？當點仔。觀眾朋友，在嗰個轉到討論嘅現場，下半場帶下來看一場停戰對世界帶來哪條影響。教授，過來請講都會講，像因為講上半場講咧個川普未來嘅談判嘅策略後呢，係更加強硬嘅方式來進行。因為講每種雙方討論90年當中呢，有可能會達成乜嘅協議嘛，韓國可能會係哪條方向？係對嘢事情嚇冇按樂觀嚇。因為對於中國來講，因為控制嘅經濟啊，也係佢嘅本質，佢嘅經濟嘅本質嚇。嚟講，全世界嚇，當時像中國咁樣嘅國家嚇，叫做控制嘅經濟，控制到連貿易都控制。像一帶一路嚇，全世界有錢嘅國家咁多，冇嘢嘅國家可以做一帶一路去控制別嘅國家嘅貿易嘅事情嚇。所以對於中國來講，佢經濟的本質就是控制經濟，沙很狠嘛。係啊，好啊，川普愛係自由市場，好，所以對所有的包含國企，哈，包含政府的補貼，做開放，係，對中國來講，哈，等於全部不用數，冇可能去影響佢嘅經濟嘅，亦對佢來講，哈，佢唔係佢嘅基因，唔係佢嘅 DNA。所以講咧，美中之間嘅談判，像係兩條
平行线係咪？非常有可能係兩條平行線哈。就算有可能哈，可能中國會睇某些項目可能會讓步。像係你可能譬如你補貼可能會減少啊，會取消都有可能。但係講國有企業喺前段嘅時間而民營化，冇可能嘅事情。啊，其實對中國嘅政府嚟講，其實冇可能變數。嚇，所以嚟講嚇，也90年，我嚟改變中國嘅經濟體制嚇，看起來是非常冇簡單嘅事情嚇，所以我對嘢談判嚇，嘅結果唔可以輕樂觀。所以我哋講起來嚇，包含嘅中國自己嘅經濟學家嘛，自己認為講，嘅90年嚇，我要好嘅結果嚇，冇咁簡單，所以可能嚇。嗰個年3月份開始，也25% 嘅關稅嚇，可能慢係會提高嚇。要提高嚟講，大家對擔心對社會事情就會發生啦嚇。也美國同中國之間咧也貿易戰爭一天開始，那開始也影響都非常嘅大嚇，對中國也好，對全世界經濟嚟講也好。按本嚟講起來也好。可以咁嚟講嚇，就係講啊，過去美國嘅中國嘅貿易啊，係一種人為操控的、扭曲的啊，你嘅貿易嘅方式嚇。所以我哋更加看起來，美國是在美國更加矯正中國的這個貿易的方式嚇。長期來講嚇，唔係唔好嘅事情嚇。看到對於全世界健康的貿易來講，哈，也by川普來講，不見得是壞事啊。對於全世界來講，可能是一個可能講啊短空長多的事情啦。先生，有就看到講那個談判前，其實有個大動作，是講中國第一大廠華為嘅個財長同個加拿大本人做起來。像人都提講，其實禮拜嘅貿易戰，佢大概可能係未來嘅科技戰嘅部分吼。啊，禮拜華為嘅個財長本人做起來，係咪表出那條消息咯？我哋想看啦，以下吼中國啦嚇，最有競爭力嘅企業就係華為嚇。我哋講全世界8大研發廠商嚟到搶伊咧中國嘅廠商就係華為嚇。啊，佢講8大研發企業嚇，我哋要了解講啊，華為千度技術係對美國來嘅，來嘅，所以嚇，我哋講也殺雞儆猴嘅安尼嘅訊息喺呢度嚇，尤其講啊，美國喺中國按度企業嚟講嚇，美國鐵人一定係華為嘛嚇，而買按度東西都世界各國，尤其都華為一定想把東西賣去美國嘛。所以對美國嚟講，嗬，唔拿我嘅技術嚇嚟影響我嘅市場嚇，對佢嚟講，佢冇法度接受，所以嗬，我認為講啊，要拜華為公主嘛嚇，佢公主嗬，本人做起來，也透露的訊息非常的強烈嚇，表示美國對於中國偷技術嘅呢啲事情嗬，已經受不了了嚇，要用比較強烈的手段嚟表現佢安尼冇歡喜嘅心情啦。按對那個未來嘅90年談判來看，吼，會帶來乜嘢種嘅影響？先生來做評估。好，更加中國嚇，看起來美國同華為公主做起來嚇，中國同更加侵權啦嚇，侵媽美國講啊，侵犯嘅人權嘛，侵犯嘅人權啦，你中國政府講人權嚇，係懂奇怪嘅事情啦。不過中國啊，你哈也是某種的表態啦，哈，因為事出有因嘛，哈，美國他作為一個強調人權的國家，冇可能隨便去作嘅人起來嘛，哈，一定有牽強嘅理由嘛，有牽強嘅理由來同演員作起來，嘅理由記住一作嘅人，嘅理由一本大家看，所以呢啲事情啦，哈，實在講起來就係美國對中國造成一個談判上的壓力，好，表示我完全了解中國在做乜嘅事情，好，所以對於中國嚟講，哈，它是壓力承受的一方，好，所以看起來哈，美國希望中國會讓步，哈，但係最後也有習近平嘅面子問題，好，還有啲內部鬥爭嘅問題，哈，所以所有嘅因素綜合起來，哈，也把華為事件
係唔係一天會對伊談判有好嘅結果吼？我面對可能嘛唔係很簡單嘅事情。其實，我都會講吼，恁看嚟忙談判前是有按呢個，恁講嘅核彈機嘅事件發生。當然，中國包括今日自家嘅森林營做評估，講禮拜停戰咪係斷嗆嘅，不過嚟講，應該貿易寒冬還係會繼續形成狀況。好，當然吼，因為人哋頭都講禮拜嘅川普總統要做嘅事情吼，就係一個非常長期嘅結構性嘅一個問題吼。一結構性嘅問題，伊係吼兩種可能嘅結果，一種就係中國接輸，嚇喺中國接輸，將來就冇補貼安尼嘅事情，而個國企冇可能去控制貿易安尼嘅事情。按年發展對中國嘅貿易嚟講，唔係真好嘅發展嚇。按估中國而家貿易嚇唔係像同美國，但同東南亞、同歐洲、同日本嚇，所以喺嗱講啊，中國咧嘅經濟冇好嘅嚇，貿易冇好嘅，對全世界冇有影響。啊，聽呢種結果就係中國冇接輸嘛，嚇，那中國冇接輸，談判冇結果，啊美國提高關稅。好，也都真正的寒冬冇來，好，所以而家看起來哈，不論也談判嘅結果係容易嘅結果，中國都會度到寒冬，一定會度到寒冬，好，也可能無可避免嘅事情啦。所以講，你嘅未來嘅對於中國嘅企業來講，係咪見自家未來可能未來未來來做一些後路嘅調整？係啊，實際人哋講起來哈，中國而家做嘅調整嘅動作哈，心態，人哋看到人哋動作。也沒有競爭力嘅廠商吼，而家安排在全球佈局啊，所以走開嚟嚇，離開中國去其他國家去投資啊。呢方面咧，中國因為佢人口多啊，嚇，所以更加佢同以前在做嘢，人哋講內需服務業發展吼。啊，所以實在講起來吼，中國啊，去應應安尼嘅貿易戰爭嘅能力比台灣高較高嚇，因為佢人口較多嘛嚇，佢做內需服務業佢做起來，所以我哋看到佢冇有陣痛嚇，按估計內需服務業要做起來，冇多年嘅時間嚇，因為佢哋所得唔係清高嚇，所以我哋看起來啊嚇，也對於中國嘅影響冇清大。按估對於台灣嚟講嚇，影響越嚟越大。當然。不過，台灣多啲嘅舊新年嘅停戰期呢，你都暢商，包括政府，包括暢商，是做呢條準備來前進未來可能發生嘅可能性咯。實際講起嚟咧，唔是舊一嘅廠商可以容易做啦，嚇，見你即刻了解，所以而家青島台商可以進來鼓勵台灣投資嘅嚇，所以見你都看到，見你即刻因為講嘅貿易戰嘅寒冬嚇。冇按揭結束，嚇，所以要到去美國嚟，嚇，要到嚟台灣嚟，要到去越南嚟，嚇，所以嘅分散佈局，嚇，安尼嘅事情已經在發生咧。所以講你係進行式，大家都已經做事都開始來做準備咧。係，啊不過話嗬，一般嚟講嗬，廠商對考慮事情啊，一般嚟講唔會按長期，嚇，唔會按全面性，所以我哋看到嗬，而家美國我哋講美國川普政府。主要做嘅事情吼，就係人哋講斷鏈，頭擺人哋嘅供應鏈吼，綁得清楚啊，吼，啊而家嘅斷鏈意思都講，川普希望像嘅 Apple 啦，嘅手機，希望做下嘅廠商。中嘅美國啊，人哋講起來啊，吼，喺人哋看長期，看嘅全面性嘅問題吼，人哋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吼，有一件事情就係吼，所有嘅經濟啊，吼。人哋講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，很危險。人哋看嘅兩年，大立光做鏡頭嘅，可成神山嘅機殼，也受到嘅蘋果係啊，樣樣安泰，也都台灣最大的廠商了。所以你講台灣的經濟押寶在 Apple 上面，押寶在美國的廠商上面，實在講起來，長期來講也不是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哋講，現在廠商眼光夠遠，看長期，看全面性，可能幾個上嘅事情唔係講緊嚟辦起來。